来看台中的消息，台中市身心障碍体育总会伫雪乐儿童运动中心办身心障碍儿童的这个育乐营，规划全国头一个以身心障碍儿童为主的这个健仔床的课程，请专业的教练来教这个囡仔，囡仔讲真趣味。 有教练咧教这阵身心障碍囡仔伫咧跳床顶跳个真欢喜，每一个动作做起来随梦趣味，不过对体能或者是四肢协调，拢有伊的困难度。可以跟很多人一起玩，跳起来很凉很爽，觉得那个跳跳船很好玩。为着身心障碍囡仔有无共款的治疗课程，台中市身心障碍体育总会最近就伫咧雪乐儿童运动中心开办身心障碍儿童育乐营，嘛头一摆规划全国头一个健仔床课程来训练心肺的功能。那借由这个活动的话，让他们可以提升活动之外，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这样子。 除了健仔床的课程，教练阁规划简单的抗表运动，希望当借这个课程来培养囡仔自信和勇气。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